歡迎繼續收睇樓盤內望。嗱，今次介紹嘅設計單位喺鰂魚涌嘅中興大廈，樓齡都有成50年㗎啦。咁除咗樓齡大之外啦，單位嘅間隔亦都有2個缺點。嗱，第一個咧就係大門口走廊窄長，浪費空間；第二個缺點啦就係客飯廳比較細，戶主想招呼朋友啦都有啲難啊。我哋一齊睇下設計師點樣改善呢一啲嘅問題啊！設計師 Jackie 為咗改善單位嘅2個缺點，對間隔進行咗大改動。雖然間屋有330尺，不過走廊又窄又長，都佔咗唔少位㗎，令人一入屋就有壓迫感。設計師於是將廚房改為開放式，將走廊納入為廚房嘅一部分。就算喺走廊放一個窄身嘅地櫃，感覺都唔會太過壓迫。佢好想要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咁我哋都覺得呢一個空間，如果將佢變成係一個廚房咧，個空間感會強好多。而且原則裏邊咧，個廚房係好細嘅，唔能夠同一時間裏邊擺到洗衣機啦、雪櫃啦、微波爐咁樣。我哋而家咧將佢改咗間隔之後咧，可以將呢啲電器用品咧完全容納翻喺一個廚房嘅空間裏邊。至於洗手間就裝咗隱藏門，鋪上鏡面，令玄關位置顯得光猛啲，亦都方便戶主整下啲衫、照下鏡之後先至出門。因為戶主得1個人住，所以設計師將2間睡房拆咗，變為開放式，將長方形嘅客飯廳變為4方形，等戶主招呼多啲朋友上嚟屋企。由於間隔改動都算大，所以清拆泥水嘅費用相對比較多，要9萬蚊。雖然啦喺單位就揾唔到固定嘅房間，不過設計師就利用咗屏風去分隔偏廳同埋客廳，更加可以將屋外嘅陽光帶到去屋入面。除咗屏風之外，地台亦都有分區嘅功能，亦都可以擺下嘢，甚至係餐台嘅一部分。呢一個咧係一個咧隱藏嘅台嚟嘅，因為咧都係啦，業主一個人喺度食飯嘅時候咧，其實未必每一次都需要呢一張台，可以咧將呢張台隱藏咗佢。咁當有朋友過嚟嘅時候咧，好似我哋去咁樣去傾偈嘅時候咧，亦都先將呢一張台咧升翻高佢，變成一張台可以招呼朋友，變相咧可以令到咧呢一間屋省略咗一張固定嘅餐台喺度，令到呢一個空間感更加增強嘅。另外，戶主有宗教信仰，所以希望設計有宗教嘅主題。Jackie 啊，我見到呢間屋嘅主要色調咧都係比較鮮豔，咁同一般嘅單位咧都有啲唔同，點解會有咁嘅選擇嘅？哦，係啊，呢一間屋咧原先咧我哋都有諗過做一啲而家比較時興啲嘅顏色，黑白灰調啦。但係咧我哋同業主溝通過之後咧，佢哋都會接受我哋嘅意見，係做一間屋咧比較開心啲。咁所以咧我哋特別將呢一間屋嘅顏色選擇咧，我哋會做咗一啲黃色啊、綠色啊，甚至乎一啲牆紙上邊咧，我哋會做咗一啲彩虹啊、七彩嘅顏色，去令到呢一間屋嘅感覺咧帶出嚟係比較有生命力，同埋係比較旺啲。玄關嘅地磚、牆紙、屏風同埋衣櫃都帶有宗教色彩。一齊睇下單位嘅裝修用咗幾多錢？因為度身訂做咗大型嘅地台同埋儲物櫃，所以木工同埋家私嘅支出最多要35萬。單位裝修費總共58萬。